本爱一笔梦情水，我爱一生不流泪。就算爱会失罪，就算爱会心碎，唔会看到爱流泪。爱将伊香港好，开我老公好，话仔走出来啦！哎呦，我老公真经当然当呢，当相机。不过一年去看佢100房爱当多钱，真来有年代爱就会失土诶。不过因为当上我老公，公说我要当上去食下香港嘅料理，故说吼，我根本也就爱用一片吼，无卡就做得做会出嚟香港式的料理，一片式就做得一片想念我嘅老公哦。好，今日要爱做嘅料理吼，系雪里凤炒萝卜板。当到人想讲吼，去市场啊，都做得买嘢到雪里凤，做好嘅雪里凤。唔过啊，23千到一种菜按到雪里凤，因为啊，基本上来讲，雪里凤佢唔系一种菜，佢系一种卤味菜，佢系经过料理过后，又处理过后，又加工过后嘅。故说今日就爱来教大家，用嚟来处理雪里凤哦。韩国啊，其实呀，雪里凤千年代应该系用西芥菜、西条嘅芥菜来做，唔过吼，其实14法科按用嘅植物嘅叶味，全部就做得拿来做，比如讲像系萝卜类嘅叶味啊，也系讲长江菜啊，也系讲基本日应用嘅油菜啊、小松菜啊，其实也就14法科嘅菜，全部就做得拿来卤哦。故说一下就夹夹来做了，一开始。也系安尼小松菜，小松菜吼拿佢洗青，低头切剔过后，记得来叶味啊，爱捞佢出走来，唔好按用湿湿，因为也爱冰一下嘅。一般来讲，雪里凤卤好以后，差唔多冰1日到2日就系清好色的情形，因为佢会出水。唔过吼，你假使讲想爱现做现食，当日就来做，咩系做得来按用盐盐，可能就会冰较多的喂。好，然后就捞当简单，雪里凤就捞佢切一半。好，呀小松菜捞佢切一半过后，就做得冰到安尼保持太低度。其实大家有发现到冇？阿全妹做料理全部就系清简单，系讲清无种垃圾水，因为我系蒋奶奶嘅小子女呀，古时候做乜嘅事情就爱当油牙，爱当油形象。好，然后就来捞呀，油菜冰到太嘅低度。冰落去，好，食食落去，因为吼呀，雪里凤佢会加盐。韩国按用卤，经过按用煎炒煎牛啊，过后夹个表皮嘅组织就会本盐破坏脱，破坏脱过后佢就会出水。故所以下研究做对用也保持胎直接来卤，后来加盐。冰落去，捞盐冰落去过后就做对捞佢。牛啊，牛啊，添添啊，还有用盐去破坏脱呀雪里凤夹嘅表面嘅组织、植物嘅组织。牛啊，我就按你捏呐，捞佢重量一下。好，按用以后啊，就做得捞佢包好，按用冰冰箱，差唔多做得冰1礼拜。唔过吼，迄假是讲爱食嘅话，其实1日到2日就会正好食的情形。像阿球妹呀，也系俺先前就已经做好嘅，有看到冇？其实佢已经水就已经出来咧，当简单。俺知道雪里凤系清简单的一种卤菜，因为是爱洗枪来，韩国冰得盐，韩国冰到讨厌地度，按用就好诶，系唔系当简单呐？好，然后就来捞雪里凤，呀水捞佢碾走来。好，来碾走。
粘枣。好诶，以后啊就做得老呀蟹梨粉老几差唔多切1-2公分，按用嘅长度，因为等下我来炒萝卜干。好，一下研究做得来切萝卜板了。其实好，一下萝卜板冻好买，迄个伊迄带到种下嘅话，种好市场青菜都有好买，都像你下家人萝卜是冻到嘅嗰种萝卜板有冇？唔过好，像阿舅妹啲台北啲超級市场，同家买嘢到嘅係像香港式嘅嗰種鴨肉公夾不卡嗰種嘅啦哈。香港式嘅底部有加蝦皮啊，有加鳳松頭啊，按用嘅口味嘅蘿蔔板。故所一下我來教大家切蘿蔔板，有一個細油量愛同大家分享哦，就係倒位愛高油。好，故所一下我就來做了。倒位，老幾倒一些嘅油，兩面。倒啲位油，韓國老二安尼買一下，按用你等下啲嘅切嘅蘿蔔板嘅時間就唔會黏到倒位，就唔會當難切。好，一下然後蘿蔔板來切太啲，記得愛太啲哦，從正方形按用嘅太切。好，來切下去，再過來天呢度切下去。韓國切太去，從按用14，好，再個切下去。好咧，要注意到嘛？阿佢每眼一起切差唔多要按太去，因為我用炒蘿蔔板，切好係一起本佢盡量完整，故所下太去地位冇相關。生下來，and then，天鑊嘅油溫燒嘅以後，我記得聽錯，我等到油溫燒喎，因為也係不鏽鋼嘅，做得看下底度嘅油保溫嘅時節，就表示講佢已經油辣燒嘅，好，已經燒嘅，然就攞蘿蔔板搭下去。好，佢小位啊，因為天鑊嘅鐵線差唔多到130度，佢係會跳起來哦，跳起來你就等一下，等佢冷嘅以後，再個留天鑊嘅開關掀下去，撒下來，你就繼續來切其他等下我炒嘅料哦，包含咩蔥頭啊，還有辣椒嘅，全部就留佢切啦，切悠悠，好來切。青菜切啦就做得，反正等下全部就會落去炒誒。辣椒誒，好切好以後撒下來就來看一下誒呢蘿蔔板。其實愛煎蘿蔔板嘅時節，聽說愛動耐心，聽說愛動有耐心，天天的等佢，因為啊，佢一面你係講冇煎炒，就讓佢變過來，佢可能就會爛體，就會面體。故所愛天天的煎，一面慢慢的煎，煎到一下安尼，黃黃炒有冇？好，黃黃炒安尼就差唔多了，然就做得撈其他嘅香料，放落去，先撈蘿蔔板，放到順烘。韓國用亞煲嘅基本蛋含有嘅油，撈純度嘅呀，鳳松頭啊，韓國辣椒誒，撈佢放落去，放落去邊，好，繼續來炒，炒下條辣辣嘅米絲，撈香香嘅米絲炒落去，好，炒到呀鳳松頭嘅香味已經出來，撇到。撇到鳳松頭嘅香味夠後就做得撈人純嘅呀，蟹梨粉就做得撈佢放落去，因為呀較鹹，故所差唔多放一半呢，放落去炒啊，哇，很香哦！好。蟹梨粉放落去過後，撒下來係人哋挑牙，可以放到嘅青菜，全部放就做得嘞。
冇想到吼，你看呐，地府卡丢大概洗头房里都是要有一个天火嘅不锈钢嘅天火嘅，再个提上大家，要用来炒啊，直接接触，师傅咧按用嘅天火嘅，听说要用不锈钢嘅天火嘅，然后佢炒啊。炒啊，就做得了所有嘅食材全部混合到姜下，天咧，然後佢變落來，啦，因為人家下好，蘿蔔板有煎好，你按用啦，蘿蔔板就唔會散體。輕重要嘅步驟就係讓蘿蔔板四面全部就攞佢煎到插。好，差唔多，我攞佢煎一下。好，我哋看到吼，一下跳牙已經炒軟體咧，炒軟體就表示講跳牙差唔多已經熟嘅，你就得試試一下鹹淡，再個幾天你愛加鹽末，嚟試試一下。跳牙還有一啲咧唔大鹹，就得再個用一啲鹽。好，一滴就好哦，因為雪里鳳係滷嘅東西，佢已經有辣鹹嘅。提醒大家，係講你喺腦杯買嘅雪里鳳啊，先好用水洗過，就唔會按鹹。好，天後給挑起來，按樣啊，誒呢，香港式嘅雪里鳳炒蘿蔔板就做好了，係唔係咁簡單啊？來，老公好什麼？好生好，給你漢堡來台灣嘅，這個祝福你生啦。好嘛，哎呦，冇嗌去香港前咩做得啦？其實因為台灣同香港同圈啊，冇好。其實嗌咩係廣東人啊，嗌落戶啲廣東語言啊，主是廣東語言。其實離香港同圈啊，古時候嗌講行業應該咩談嘅時候，廣東話同客話同接圈啊，好嗌就啲好，你最愛嗌嘅。你記得做戲做到吃到心動開。唉，話仔可能咩冇人生涯啊，身體啲嘅上物計啊，真嘢啊，半夜一邊夢情水，半夜一生不流淚，潮水愛會失水，潮水愛會心碎，唔會看到愛流淚。